個樓盤咧，佢真係作為龍崗大運呢個片區至靚嘅、至新嘅呢個豪宅樓盤，佢贏晒啦！自己正前方就係大運天地啦。大家好啊，歡心節目下，今日嚟到咗龍崗嘅大運天地，我哋睇翻一個唔買都值得欣賞一下嘅豪宅住宅單位嚇。咁呢個樓盤咧，其實就喺呢個大運天地嘅旁邊啦。由央企中海集團打造嘅大運9張嚇，哇！頭排 view 睇翻呢個大運天地嘅景觀，真係非常之靚啊！其實呢度佢嘅交通環境同埋商業都係一流嘅，包括佢嘅質素。先嚟睇翻交通，我哋大運天地正大門旁邊咧就大運中心地鐵站啦，搭一個站可以去到大運樞紐站。咁嗰度有3條地鐵線嚟緊，仲有2條城際快線啦。如果話翻關口嘅話咧，可以坐翻3號線翻羅湖嗰邊，到羅湖關口大概係50分鐘嘅時間。如果係想要翻福田咧，就搭14號地鐵線到江夏北，翻到福田關口咧，亦都係大概50分鐘左右嘅時間。嚟緊嘅33號深大城際快線預計今年會開通，半個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寶安機場啦。仲有中意搭巴士翻香港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喺大運天地門口搭乘永東巴士，直達到香港嘅各個地方嘅。嗱，咁呢個交通對於我哋港人朋友方便啦，包括去到深圳嘅各個區，因為呢度係屬於比較中心嘅位置，搭地鐵基本半個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啦。無論羅湖、福田、南山定係寶安、龍華，都係呢個時間啊。咁仲有佢嘅商業配套咧，就喺自己屋企樓下啦，旁邊呢個大運天地。嗱，咁呢一度咧就係屬於佢北湖，呢個湖泊好大，兩邊咧好多人喺度休息露營。佢成個入邊融合咗有7萬平方由華洋運營嘅商業，仲有3個大嘅呢個體育場館，包括有個專登嘅游泳場館。啱啱而家喺度舉辦緊謝霆鋒嘅演唱會啊！舊年1年喺呢度舉辦演唱會咧，100幾200場嘅。基本上3日就有一個賽事運動或者係演唱會喺呢度舉辦嘅。嗱，咁呢啲市政配套設施咧，我哋平時可以 book 飛落嚟打下波都係 OK 嘅。各類各樣嘅球類運動都有下，羽毛球、籃球、乒乓球、網球，包括呢個戶外嘅田徑運動場，全部都係集齊晒嘅。最關鍵咧，嗱，見到未？湖邊嗰一排小酒館，夜晚咧可以約埋你嘅朋友仔喺度得翻2杯，嘆嘆呢個湖風都係非常之正嘅嚇。咁呢周邊咧亦都係3面環山，非常之開揚嘅景觀，所以整體嚟講嘅話咧，有豪宅呢種嘅條件嚇。咁呢一個樓盤咧，佢嘅質素亦都係一流啊！中海央企咧，其實佢係好擅長打造豪宅嘅。咁首先呢一個樓盤咧，佢門前就有1.2萬平嘅市政公園啦，按照私家花園嘅標準嚟打造嘅。咁整體樓盤嘅公共區域嘅質素真係冇得頂啊！內部外部嘅呢啲食材大部分都係大理石板，而且咧個運石嘅紋路咧係超過咗30個種類㗎。再加之上咧，佢入邊所有嘅配套設施啊，包括泳池啊呢啲，全部都有齊晒。外立面咧係採用玻璃幕牆形式，平時喺高級寫字樓先正會用到嘅呢一種玻璃嚇3層隔音㗎。內部嘅精裝修就更加之不得了啦，因為佢全屋咧做咗豪華嘅精裝修配製，日立品牌嘅中央冷氣全屋配送俾到大家。咁佢所有嘅五金金屬件、衛浴啊呢啲器材咧，全部都係國際一線品牌，好多都係源自於德國嘅。嗱，咁再有咧，佢廚房贈送亦都係非常之多，除咗普通嘅3件套之外咧，仲有烤箱啊、2個淨水器啊，呢啲全部都有齊晒，非常之靚嘅料嚇。非常之值得一睇嘅咧，係佢唔單止有3房4房嘅呢啲大單位，佢仲有200平嘅大平層，最大嘅單位咧已經全部清晒貨㗎啦。而家126到206平方嘅大單位咧，全部都係可以望翻呢個大運天地湖景標嘅啊，值得期待啦。咁而家跟住阿客一齊入去了解翻個最新嘅情況。我哋通過沙盤模型了解翻樓盤嘅基礎情況。呢個係由中海集團打造嘅大運9張，就係位於大運天地正旁邊啦。所以話佢無論係3樓定係頂樓嘅視野咧，都係一望無際嘅呢個大運天地嘅景觀，同埋有啲山景。嗱，咁呢個樓盤咧係舊年1月份攞地，10月份咧先至啱啱開始第一批次加推嘅，而家都賣得過半㗎啦。咁佢呢一個樓盤咧，整體嚟講係全神粹嘅商品房住宅，冇任何回遷房、保障房、人才房呢啲嘅神粹嘅一個豪宅社區。咁其實成個社區咧，一共就有5棟嘅住宅
宅加埋一個幼稚園嚟組成啦。咁佢一樓呢度咧有內部嘅花園空間，包括仲有個泳池嘅。嗱，咁佢園林嘅設施咧唔算得話非常之多，所以佢將佢門前1.2萬平方嘅公園啊，市政公園按照私家園林嘅標準嚟打造，非常之大氣，有呢個對應嘅 BB 遊玩空間啦，休息休閒嘅散步啊、草坪啊。嗱，咁呢一塊嘅話咧，基本上都係我哋業主私享嘅一個位置空間噶啦。由3樓起咧，先至係我哋嘅住宅單位嚇。咁佢正大門咧，其實又係呢個位置，呢個正大門，呢個係次大門。其中正大門道門咧，都價值幾百萬啊！由非遺文化工作者朱炳仁先生親手打造設計嘅。嗱，咁呢一部門咧，其實亦都係成個樓盤嘅門面嚟嘅。我哋陣間都去現場睇一睇下。OK，咁頭先講到啦，呢度嘅單位咧係3樓起售，佢每一個樓棟嘅個高度有少少分別嘅。31層高啦、43層高同埋45層高不等嘅呢啲高度單位。嗱，咁呢個大平層嘅單位咧，佢全部外立面公共區域嘅裝修質素非常之靚，入邊用嘅食材基本上都係大理石嘅食材，而且色系花紋咧唔同嘅位置個花紋唔一樣嘅，有好少見嘅孔雀綠色同埋白達翡翠嘅呢個色系嘅呢個花紋非常之高級嚇，包括我哋外立面咧全部都係呢種採用大塊嘅玻璃窗嘅呢種形式，所以整體入邊睇出邊靚仔，出邊睇上去高端大氣上檔次嘅。OK， 咁我哋賣緊嘅單位咧，舊年10月份第一批次加推嘅咧係2號樓同埋3A 座呢兩棟單位，基本上都掃晒貨啦。咁12月份咧就加推第二批次係1號樓200平方嘅大平層，同埋3B 棟呢棟只有31層高嘅3到4房嘅住宅單位，亦都係熱銷當中嘅。咁賣嘅積數咧，最細係126平方4房，南北通透；139平方做到3房，有6.8米大橫廳嘅呢個設計。再有咧就143平方4房，南北對流嘅，睇山景或者睇湖景嘅呢個積數。嗱，咁除此之外咧，仲有4號樓呢邊咧就暫時仲未加推嘅。如果有啲朋友仔想要買啲200平方大平層嘅話咧，都有喺1號樓呢一邊。嗱，呢邊嘅話咧就要驗資先正可以睇樓啦。如果有興趣咧，可以先私信阿霞去攞翻個資料嘅。管理費咧就6蚊一個方嚇，由央企中海集團嚟打理。停車位比例咧係1比1.17嘅，超過1比1嚇，亦都係比較足數嘅。但係咧呢個租金平喎，250蚊一個月就可以啦。咁呢個發展商咧送嘅裝修質素非常之靚啊！佢入邊裝修嘅基本上全部都係國際一線品牌嘅電器，齋廚房咧電器都送咗10件套噶啦。嗱，咁我哋公司咧會再額外回贈翻家電大禮包俾到大家嘅嚇。OK， 咁我哋喺睇示範單位之前咧，先帶大家去睇一睇公共區域嘅一啲休息休閒嘅書吧呀、泳池呢啲空間，然之後我哋再上去睇翻個示範單位嘅情況。喺3A 棟31樓位置，126平方咧係有個咁長嘅入戶位置嘅喎。咁到時候交樓咧，呢個地磚同埋個護牆板都做好俾大家。佢有個採光嘅位置嘅嚇，所以呢個位咧就自己呢一伙專屬噶啦。成個126平方做咗4房嘅設計，呢個位咧係一個鞋櫃嘅位置。咁其實發展商咧鞋櫃都係有個交樓標準俾到大家嘅。哇，真係好大嘅呢個空間嚇！一勒上去直接做晒到頂嘅，全身鏡呢啲全部都有齊晒噶啦。咁呢個咧就冇擺行李 keep 嘅地方。如果係139同埋143方咧，就更加之大啲。第一間嘅睡房區，米半嘅床褥任擺，呢個飄窗台咧就可以單獨咁嚟使用翻噶啦。呢個咧因為全部做咗呢個遮光簾，好似顯得冇咩採光。實際嘅話咧，呢間房嘅採光都係唔錯嘅。成個廳咧係做咗一個南北對流嘅設計形式。我哋先睇翻廚房呢部分嚇。咁呢間屋入邊咧就好多都係交樓標準嚟嘅，比如話呢個廚房做得
就真係非常之細節啦。個廚房嘅電器送得特別多嘅4件套嚇，抽油煙機呢個方太品牌嘅可以自動打開嘅嗰種設計形式，同埋有個冷氣功能嘅嚇呢個抽油煙機，2個爐頭，下邊呢個咧係烤箱嚟嘅。咁大一個烤箱唔使自己再買啦，發展商幫你做好呢個嵌入式嘅設計，仲有洗碗機喺呢邊嚇，呢個洗碗機咧亦都係最新嘅款式，咁包括佢下邊嘅淨水器咧係做咗有2個嘅前置嘅淨水器、濾水器啊，咁呢2個咧都係一個交樓標準，星盤非常之大嚇，咁仲有埋呢啲瀝水籃啊之類嘅呢個全部都係方太品牌一體化做好晒㗎啦。仲有一個好細節嘅地方，佢包括呢個櫃板咧，都係呢種比較防油污嘅一個櫃板，所以其實整體搭配起身咧非常高級嚇。咁其實側邊呢度咧就唔係交樓標準啦，佢實際預留咗一個咁大嘅雙門雪櫃位置喺呢度。嗱，咁如果有啲想要廚房嘅儲物空間再多啲嘅話咧，雪櫃唔好擺喺呢度，直接做翻呢個置物架，嗱可以擺更多嘅嘢。雪櫃擺喺邊咧？可以直接擺喺飯廳呢個位置。呢度嘅話咧，哇，你可以直接擺一個雙門嘅3層高嘅大型嘅雪櫃啊！呢個雪櫃超級靚仔嚇，不過如果係自己配嘅話咧，呢個都要唔少錢。上邊仲有呢個置物空間，下邊係呢個冷凍區域嚟嘅，所以話其實整體嘅呢一個空間咧就有咁大，睇下自己嘅佈置啦。個飯廳佢冇點利用嘅，其實擺個6人位嘅餐台綽綽有餘。餐邊櫃嘅位置咧就可以搭喺呢度做多一小部分啦。呢度打開窗咧可以通風、透氣、透採光嘅。OK， 咁佢嘅客廳更闊，呢個客廳嘅開間咧係4米，呢個淨開間，所以非常之闊落啊！呢度可以擺翻個4人嘅或者係半弧形嘅梳化都係 OK 嘅。咁佢嘅交樓標準咧，呢個天花吊頂直接做好晒嘅，3米嘅層高，但係佢吊頂一做咧顯得好大氣。交樓標準咧，背景牆板有嘅嚇。好大塊嘅硬板啊！呢個色調十分之襯嚇。咁再出翻嚟咧，實際交樓有玻璃擋門嘅。咁如果你後期做風窗咧，自己去設計利用翻啦。呢一個露台咧係好長嘅，連同埋另外一間嘅呢個睡房區，差唔多有去到6米幾，接近7米嘅一個長度嚇。其實佢呢個位置咧係冇呢個櫃嘅，係落地嘅玻璃窗啊，所以就意味着呢個露台嘅話咧係一個 L 型嘅採光面積，非常之正嘅。全屋係日立品牌嘅中央冷氣嚇，呢個係一個交樓嘅標準，都做好俾到大家噶啦。咁佢第2間嘅睡房區咧，就啱先我話可以直接出去露台嘅嗰間房。平時如果係呢一間房嘅話咧，一般嚇都係要咁打豎去擺個床，因為佢唔夠闊。呢個唔使直接咁擺個2米乘以1米半嘅床褥，都係可以3面落床，所以呢個房咧就非常之大啦。我哋嚟睇翻廁所嘅空間，豪宅嘅交樓標準咧，都取決於佢用嘅品牌，比如話佢用嘅所有嘅五金金屬件啦，呢啲都係 Hansgrohe 嘅，呢個係德國嘅一線品牌嘅呢個五金金屬件。咁呢個台面咧係呢個維寶嘅，亦都係一線嘅品牌，包括智能座廁咧係 Duroit 嘅，呢個亦都係德國嘅一線品牌，所以佢全部咧都係豪宅先有嘅一個標準配置。嗱，呢個位咧就係個企缸位置啦，咁撐開冇問題嘅。嗱，呢個門咧往入邊開都唔驚嚇，因為其實闊度嘅位置咧係完全足夠。不過咧呢啲護牆板就冇噶啦嚇，交樓咧就全部係白牆俾到大家。嗱，對面係第3間嘅睡房區，嗱，呢度冇開燈嚇，所以有少少暗暗地嘅感覺。呢間咧就做咗個書房嘅效果，咁其實佢有個榻榻米呢個飄窗台喺呢個位置嘅，你可以做個榻榻米又得，或者你唔想做，直接擺個米半嘅床褥都係可以嘅。3間房四正正。主人室係一個套間嘅設計嚇，呢個主人室嘅套廁空間咧更加之大啲，因為佢呢個位置咧係有個單獨嘅窗台嘅贈送位。嗱，咁呢個咧就係齋可以擺下嘢之類嘅，道門往外邊開或者往出邊開都係 OK 嘅。嗱，咁呢個交樓嘅標準同啱先介紹嘅就一樣啦。最值得一提咧就係呢個主人室轉角位，佢呢一個位置嘅風景咧就非常之靚啦。2線嘅採光飄窗台全贈送，你可以做翻一部分嘅衣櫃、衣帽間啊。咁呢度咧你可以擺個2米嘅大床都冇問題。我哋喺呢個位置嘅話咧，其實主人室望翻出去嘅風景係最靚嘅。嗱，呢個位置直接望翻出去可以見到呢個係學校啦、山景啦。不過實際賣嘅唔係呢棟嚇，喺隔離
呢個係3B 棟，實際賣嘅係呢棟。如果係126平方咧，就係最側邊嘅呢一伙。呢一伙單位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比呢度更好嗱，因為呢度嘅露台啊，望翻出去可以見到我哋嘅4號樓同埋3B 棟啦。但如果係3B 棟嘅126平方，望翻出去咧就對面嘅呢個山景更加之開闊。佢側邊雖然話都有一個寫字樓，但係咧大部分冇遮擋嚇。如果你買35樓以上嘅話咧，就全部係非常之開揚嘅景觀啦。呢個嘅價錢都播報一下，625萬到667萬，首期款1.5成94萬，月供30年，每一個月大概22,500蚊左右嘅。好啦，咁我哋再去睇翻139平方嘅大單位。139平方咧就有個6.8米闊度嘅大橫廳啦。兩面採光，我哋先睇翻至靚嘅露台景觀。呢度咧係剝咗個露台門，做咗一個整體封窗效果。139平方戶型咧係我認為至靚嘅，因為正對住大運天地嘅呢個運動設施同埋個湖景。正前方咧就係個游泳館嚟嘅，側邊咧仲有個好大嘅北湖嘅湖泊。咁沿街呢度咧就係華人嘅商業啦，一直過去到地鐵站嗰個方向。嗱，咁仲有呢個室內嘅體育場館啦，包括呢個戶外嘅田徑運動場館同埋華人嘅商場，呢一塊係非常之大嘅，側邊咧仲有個好大嘅山景嚇，所以目之所及皆是美景啊，非常之美好嘅呢個景觀。咁成個露台嘅呢個位置咧，佢亦都係一個 L 型嘅採光面嚟嘅，露台都有6.8米嘅長度嚇，十分之大氣啊！建議咧一定要做翻個風窗，因為呢個 view 咧隔住個露台睇咧，總係覺得好似隔層紗咁嘅感覺。嗱，咁呢個大橫廳咧，你可以間開一部分做翻一個茶室嘅區域又得，或者齋係咁咧都非常之舒服啦。側邊呢一個飄窗台咧就可以留低翻嚟做翻一小部分嘅儲物空間，或者做翻啲擺設都係非常之正嘅嚇。呢個飯廳咧就更加之正啦。12人位嘅餐台都可以擺得落，十分之大氣嘅。咁呢個吊燈就冇噶啦嚇，配個靚嘅吊燈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入翻嚟個廚房嘅空間咧更加之大，呢一個廚房空間嘅操作台面咧亦都更闊啲。其實頭先阿霞介紹個交樓標準嗰時候咧，忘記同大家講啦，佢呢一個嘅整體嘅方太品牌嘅呢一套廚電嘅配置啊，佢係有個。如果話發生即係大家嚟試下，萬一有燃氣泄漏咧，佢會自動開窗，同埋有個通知業主同埋通知管家嘅一個功能嚟嘅，十分之高級。因為佢呢種窗咧係屬於可以電動控制嘅。嗱，咁你可以開啦，或者係直接可以閂嘅。佢智能系統連接咗之後咧，萬一下有咩事啦，佢自動會幫大家去開窗嘅。所以呢一點咧，亦都係我覺得作為豪宅智能化嘅一個標準配置啦。雪櫃咧就預留個凹位喺呢度，到時候自己去配置翻咁嘅。OK， 咁我哋再睇翻入門嘅位置咧，亦都有一扇牆成飛牆嘅收納空間，都係幫大家去做好咗呢個鞋櫃嘅置物架。佢呢度嘅位置咧大翻好多嚇，所以佢整體嚟講咧，嗱呢個鞋櫃咧亦都係包括有鞋櫃精靈、除臭啊、除濕啊呢啲功能嘅，最基本嘅都有配置到俾到大家。包括你話比較大件少少嘅。呢啲都可以擺得落嚇，咁呢度下邊咧仲有好多嘅儲物嘅空間係比較足嘅。OK，咁我哋再睇翻內籠啦。呢個雲石係有嘅嚇，背景牆板都係一個交樓標準，不過牆身咧就全部係白牆，冇呢個對應嘅呢啲護牆板啦。睇翻廁所嘅空間，其實佢嘅細節咧做得非常之好。嗱，呢啲所有嘅分區全部幫大家規劃好噶啦。嗱，呢啲精華啊。口紅啊，同埋呢啲要掛嘅嘢啊，面膜啊，好多區域都有嚇。不過如果有個化妝雪櫃咧，就更加之正啦。兩立嘅呢個櫃，全部都係做好晒嘅分隔空間，全部有齊晒噶啦。咁個廁所位置咧都大翻好唔少嚇。呢個基本上有1.2米嘅呢個長度啦。OK，咁道門咧都係可以往外邊開入邊開，都係 OK 嘅。嚟睇翻睡房區，呢間房咧都好大嘅，1.5米床褥是但擺。哇，佢呢個〜做咗背景牆板嘅設計之後咧，成間屋係有少少零舍唔同，而且咧佢呢個豪宅咧，每一個房間都幫我哋做好個吊頂嘅，就唔係話齋主人室同埋客廳做，全部都有份嘅嚇。咁包括呢度咧係第2間嘅房，呢間房咧就特別少少。佢係一個轉角 L 型嘅窗台位置，所以佢嘅床褥咧就做得特別長，因為佢個榻榻米係比較長嘅，採光咧就比較靚仔少少嚇。咁呢個空間嘅話咧，你就可以到時候床頭做衣櫃，側邊可以設計翻書台啊，或者再加個衣櫃都係 OK 嘅。最靚嘅咧，其實就係呢個主人室啦，成個
個係做咗3房嘅設計。主人室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呢一個轉角嘅位置啦。其實你係咁，哇喺自己張床左手大運，正前方又係公園，呢個感覺咧真係非常之靚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大運九張呢一個樓盤咧買嘅唔單止係豪宅嘅交樓質素，更加重要買嘅係最中心嘅配套，呢個千金難求嚇。人哋喺下邊逛公園，你喺樓上逛睇人群 ，OK？ 咁廁所攝影師帶大家望一望啦，基本上都係呢個交樓標準嚟嘅 ，OK？ 咁呢度咧就係做翻個衣帽間嘅位置啦，因為大嘅單位一定要有個獨立嘅衣帽間，你可以做一個轉角位置，加埋個梳妝台都係冇問題嘅 ，OK？ 咁我哋睇翻呢個嘅價錢先，139平方咧係746萬到812萬之間嚇，咁1.5成首期咧就112萬啦。30年月供咧就26,900蚊左右上會嘅。好啦，咁我哋再去睇翻143平方嘅單位，每一層嘅電梯廳交樓咧就係呢個標準啦。3部 lift 全部有雲石嘅呢一種木板面，地面咧同我哋每一個入戶位置咧係一模一樣嘅色系配置，吊頂呢啲都有嘅。嗱，咁譬如話143咧，呢一伙都係每一個戶型咧都有一個單獨嘅位置。即係呢個位咧都做咗個吊頂喎，所以超級細節嚇，採光面再加埋呢啲護牆板都有做嘅。門往外邊開咧，空間慳翻好多嚇。咁佢呢個鞋櫃位置咧就做咗一個 L 型嘅鞋櫃位啦。呢一邊嘅話咧，呢個大塊位置可以擺行李篋啦，大箱細箱全部都係有齊晒嘅。咁包括呢邊嘅話咧，鞋櫃精靈咧就喺旁邊呢一列嘅位置啦，呢個空間十分之足嘅，一排過嚟全部都係嚇，所以越大嘅單位咧，佢交樓標準咧做得就越細越全面。咁第一個客廁咧係3分段式嘅，出邊可以刷牙洗面，入邊單獨用翻個廁所，旗杆位置長翻好多嚇，呢個有1.5米幾1.55米左右啦，所以其實如果話想改一改做翻個浴缸都未必冇可能嚇。OK， 咁我哋睇翻呢度咧係屬於第一間嘅睡房區。咁佢4間房咧143平方，所以每間房你都可以米半床褥任擺3面落床係絕對冇問題噶啦。入翻嚟咧，成個係南北對流嘅餐客廳，廚房嘅空間咧就兼容咗開放式同埋封閉式。側邊呢一條地方咧有少少似個iron 嘅形式啦，咁你可以閂翻道門做封閉式廚房又得，打開佢亦都可以，所以整體嘅採光面咧靚翻好多嚇。對落嚟咧就係個飯廳位置啦。其實飯台咧擺個圓台，我覺得都非常之好利用嚇，因為佢呢個地方咧係四方方嘅，側邊有個窗台，哇！呢個窗台咧佢做咗好大嘅儲物嘅空間嚇，下邊擺咗好多呢個酒杯同埋呢個碗仔呢個收藏品。我覺得咧自己後期如果話做翻嘅話咧，有啲比較中意收納嘅，我唔打開啦，我驚整爛佢。OK， 咁雪櫃啊，包括呢個餐邊櫃啊，自己再做翻下，呢個空間真係非常之大氣嚇。得閒咧飲杯酒喺度嘆一嘆都係 OK 嘅。咁呢個客廳咧就4.2米嘅闊度啦。其實我覺得都係比較中意139平方個大橫廳6.9米嘅感覺，呢度咧就4.2米，都係對比嚟講嘅話咧，頭先嗰個一眼望落去咧光猛翻好多嚇。同樣係剝咗個門，做咗整體化嘅一個封窗後果。其實佢呢個143平方睇湖景嘅話咧都幾靚下嘅，因為佢更靠湖中心多少少嚇。咁整體咧就係湖景啊，同埋呢個整體嘅商場景觀為主啦。OK， 咁我哋再睇翻睡房區入邊仲有3間房咁嘅，到時候啲護牆板都係冇嘅嚇，都係一個白牆交樓俾到大家嘅。呢度係第3間嘅房，第二間。咁呢間房嘅話咧就係做榻榻米會比較好啲嚇，慳啲空間，有差唔多呢個80公分嘅呢個窗台啦，咁加埋米半床褥冇問題嘅。咁再有第3間房出去就係個露台嚟嘅，呢間房咧一樣都係。直接打橫擺都可以做到3面落床，比我哋普通嗰啲出露台嘅嗰啲房間咧要闊啲嘅。所以話呢個位置嘅話咧就冇話咩特別細嘅房之類嘅啦。OK， 咁主人室咧係一個大套間設計。咁首先佢有個超級長嘅衣帽間位置，比頭先嗰個都大翻好多嚇，可以直接做7線嘅衣櫃入翻嚟。咁包括個廁所位置咧都長翻好多，唯一美中不足嘅地方咧就係佢呢個旗杆位置咧唔算闊。如果話有啲想做浴缸，哪怕係日式嘅浴缸咧，我覺得有啲掹掹緊嚇。對正常嚟講嘅話咧，主人室有個大啲嘅廁所可以擺個浴缸係最好嘅。睡房區就至靚啦。
頭排 view 啊，呢個景觀，同埋咧佢大塊嘅玻璃窗做封面嘅，所以話呢個主人室望翻出去咧就冇咩一格一格仔嗰啲裝飾嘅啦。OK， 整體好開闊，好似幅畫咁嘅。嗱，咁我哋呢度係屬於3A 棟嘅位置啦。如果係大平層嘅單位咧，嗱對面206平方嘅呢一棟嘅單位望翻出去，亦都係頭排 view 嗰度咧就更加之大啲嚇，大家到時候可以揀翻呢個對應嘅漏洞。嗱呢度咧就2.2米嘅大床都 OK 嘅。咁價錢咧，如果係睇山景就平啲，730萬到798萬，110萬起嘅首期款啦，26,300嘅月供款。如果係好似呢一個睇湖景嘅單位咧，就貴多，差唔多40萬左右啦，774萬到841萬，首期款117萬，咁月供咧就27,900蚊左右啦。如果咧係揀翻206平方嘅大平層單位咧，就更加貴啲，11000到1,100萬到1,300萬之間嚇，165萬首期款，39,700嘅月供款。無論係邊一個單位咧，全部都係有精裝修交樓俾到大家，包括呢個大平層嘅單位嚇。OK， 咁我哋示範單位已經全部睇齊晒啦，我哋落去逛一逛我哋門前嘅公園，睇翻個質素，再總結翻樓盤嘅情況俾到大家。嚟睇睇小區嘅大門口，哇，非常之靚啊！呢個先正係豪宅該有嘅品質啊！整體全部咧都係大理石嘅食材搭配，而且有唔同嘅色系，襯得好高級。齋部門咧就大有來頭啦，係由非遺文化大師朱炳仁先生嚟打造嘅，聽聞價值幾百萬嘅就係呢一個大門口啦。嗱，咁我哋門前嘅呢個市政公園咧，就直接按照私家園林嘅標準嚟打造嘅。地面同埋佢嘅牆身做得都係好大氣嘅，1.2萬平方就喺自己屋企樓下嚇，所以落樓咧就有咁闊落嘅一個園林空間可以休息散步啦。呢個樓盤咧，唯一一點美中不足嘅地方就係個地塊不太規則啦。雖然話佢有5棟住宅長條形分佈，但係喺3B 棟嘅身後咧有個電視台嘅辦公點，切咗一個角。所以整體咧就唔係咁規則嘅一個地塊嚇，亦都導致佢內部嘅園林空間咧就唔係話非常之大嘅嗰種，所以話咧先正需要喺門口咁大一塊地方，用私家園林嘅配置咁抌本去打造呢個市政公園，亦都係為咗加闊我哋業主嘅一個休息活動嘅空間嚟嘅。呢個發展商都好貼心嚇。咁呢一個樓盤咧，佢真係作為龍崗大運呢個片區至靚嘅至新嘅呢個豪宅樓盤，佢贏晒啦！交通首先有大運嘅樞紐站喺旁邊一個站過去，有3條地鐵線加埋2條城際快線，超級方便，半個鐘嘅時間去到深圳嘅各個區，包括翻到香港嘅話咧，都係講緊50分鐘左右嘅時間可以去得到啦。另外咧，自己正前方就係大運天地啦。呢一個大運天地作為龍崗最新最靚嘅地標，唔單止係有華潤7萬方嘅商場啊，仲集咗有2個大型嘅湖泊，你可以去散步。另外咧，仲有全個龍崗乃至全深圳最大嘅一個演唱會地方。嗱，咁包括平時好多嘅國際賽事啊，都係喺呢度有舉行嘅。佢全部嘅場地咧都係國際化嘅標準。平時咧，我哋作為市民都可以喺 I 深圳上邊 book 飛入去做下運動都係 OK 嘅嚇。咁呢個配套就喺自己屋企樓下啦。包括呢周邊咧，仲有3面環山景觀，真係非常之靚啊！作為呢個中海開發嘅豪宅咧，佢至靚嘅係屬於整體嘅建設，成個一眼望上去咧就特別靚仔嘅，因為佢成個嘅外立面嘅設計用咗好多嘅呢種食材，包括落地嘅玻璃呢個玻璃窗啊，尤其是我哋睡房區好多嗰啲咧都係大塊嘅玻璃3層隔音嘅，所以唔單止美觀，亦都係非常之實用嘅。內部送嘅精裝修嘅品質就冇得頂啦！哇，廚房啊送咗4件套，加埋2個淨水器，加埋佢全部咧都係全智能嘅呢種廚具嘅一個使用，所以話其實佢係配置咗由軟件、硬件全部咧都按照最好嘅質素嚟做嘅。咁可能對比於好多朋友仔嚟講會覺得，話你600幾萬起步嘅價錢會唔會坑人㗎？呢個價喺香港都有得揀啦，但係我相信喺香港買嘅唔係呢種質素，唔係咁大咁靚嘅戶型咯，所以大家自己可以諗一諗，究竟追求啲乜嘢？咁當然呢種嘅話，如果你愛嚟投資出租嘅話咧，當然呢個出租嘅回報率，我覺得趕唔上一間細嘅公寓仔嚇。但係如果你係追求高品質生活嘅，追求呢種調性豪宅嘅一個 feel 嘅話咧，
我覺得亦都係幾值得嘅，因為如果呢一種產品擺喺福田或者南山，至少2000萬一間都未必買得到嘅。好啦，咁無論想要了解邊一個樓盤，睇深圳邊一個區域，都可以聯絡阿霞過嚟睇樓嘅。視頻上方有2個碼，可以手機掃描添加到我 WhatsApp WeChat，亦都可以打電話俾我嚟了解翻個最新嘅情況。覺得今日條片對你有所幫助，記得俾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仔啦。咁今日分享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見，拜拜。